友乡亲啊，伫要过年咯，来台湾种花的外籍移工怀念家乡味，会为家己的家乡寄来当地食物，这有风险。农委会就伫咧台南邮局查到一包来自泰国的包裹，内底猪肉烟肠，检验出有非洲猪脊病毒的血栓，而且甲中国的病毒株100%完全同款。这是台湾头一届为泰国的猪肉制品验出着非洲猪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虽然泰国无互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但是台湾早就甲泰国列入去高风险区，严格来查验。泰国烟肠是未少泰国人拢介意的在地美食，不过因为防疫袂使早入来台湾，就伫昨台南邮局收到一包来自泰国的邮件，内底有猪肉烟肠。农委会一检验反不得了，验出非洲猪脊的病毒血栓，而且这个烟肠和中国病毒株相像都达到100%。染检之后，我们送到我们的出差实验室，标准阳性，复验结果是一样的是非洲猪瘟是阳性的之后非洲猪瘟如果爆起来的话，那不是更严重？希望大家尽量可以以合法的管道，就是有经过检验的。农委会一时甲肉制品查来，无互非洲猪脊入来台湾。农委会强调，虽然泰国到今无甲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任何案例，无互认定是非洲猪脊疫区。不过因为中南半岛和中国相接，台湾早就伫2019年甲东南亚国家列伫高风险区。非洲猪瘟的阳性病毒是100%会直接传染到我们的畜牧场，不要从国外，尤其是疫区的这些地区邮寄相关的猪肉跟猪肉制品。进前8月份，高雄就捌查到来自越南的鱼仔包肉，检验出非洲猪脊。即摆台南阁发生一件，特别过年啊，国际包裹量增加，农委会嘛表示会全力执法，严格禁止甲违规的猪肉制品用任何的方式载入来台湾。